好久没拍戏的修杰楷，这回和林予晞在新剧《天堂的微笑》中饰演一对恩爱夫妻，但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，家庭面临挑战。这部片将前进香港影视节，抢先曝光。主持人，刚刚大家片花有看到吻戏，等下再好好聊一聊。修杰楷、林予晞神采奕奕出席香港影视节行前会，两人对于此行充满期待。艺人林予晞 vs 修杰楷，跟我真实还蛮像的，就是也是饰演一个好爸爸。这样说好意思吗？你是，我讲，你是一个帅气温柔的暖男爸爸。首次合作就演夫妻，两人在戏剧《天堂的微笑》里面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但李炫饰演的婆婆却给两人生子压力。戏剧《天堂的微笑》，想怀孕的人不能不注意自己身体在吃什么，求子偏方，孙妈妈，中药也是看个人的体质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的，那为什么这么久都还没有呢？传宗接代至今似乎仍是不少家庭面对的问题。剧中林予晞希望能坚持工作理想，修杰楷陷入两难，剧情感人刻骨铭心。而现实中有2个可爱女儿的他，可是没这烦恼。一众好友和爱妻贾静雯帮忙过生日，还晒出布布和 Bobo 的照片。艺人修杰楷、布布有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，在手机的录音档里面，然后听了很开心，因为是一整首就是送给我觉得就很够了，就是很开心他终于长大了，知道生日蛋糕是属于爸爸的，不要乱追。目前戏剧还在赶拍当中，参与香港影视节，让《天堂的微笑》提早被亚洲的各大平台看到，也希望借此能将版权卖到国外。